歡迎來到耶穌基督影片，這是我們正在做的新影片格式。這只是聖經研讀，而且全是關於世界末日。這一切都是關於啟示錄，而且只來自聖經。我們在教會學到太多謊言，許多童話故事，許多不真實的教義，他們不是聖經裏的。因此，透過這些影片系列，我們要探討真理與聖經。我們在多個平台上有超過425支免費影片 ，Facebook、X、Rumble、Instagram， 我們擁有將近5萬名追蹤者。各位，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們有戰爭，有戰爭結束，還有戰爭的謠言。我們有瘟疫、逼塞、漢他病毒、伊波拉病毒。我們有跨維度的惡魔正在被揭露。事情太多了。我相信你一定覺得頭腦在旋轉，但耶穌就在這裏。我想讓你知道這一點，所以現在是時候讓自己和家人和好，與基督和好，認識耶穌基督的啟示，親近天父，並在聖靈裏行動。我真的很高興你來了，所以在這支影片中，我們將討論兩個燈座在爭吵的對象是誰。在上一支影片《啟示錄短讀經》第4集中，我們介紹了兩個燈座。在那之前，我們談到了耶穌教派，這些東西都是相互關，這一切都不是偶然。我要深入探討我們討論的重點，讓你不會被誤導。朋友們，我相信我們正在討論的這個簡單真理，耶穌教派、兩個燈台，以及這兩個燈台到底是誰在爭吵，都告訴你們欺騙的存在，而這種欺騙在教會和神學院已經持續了數百年。好，我們來快速回顧一下。你在兩支影片前就學過啟示錄第1節27個燈台等於7個教會。你知道的，你知道燈座是教堂，從第20節開始你就知道了，對吧？當耶穌說你們所見的7個燈台就是7座教堂，你知道這點，對吧？所以燈座就是教堂，教堂就像一個燈座。在啟示錄第2和第3章，你知道7座教堂、7個燈台，對吧？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了。然後你也知道，在啟示錄第2章有4間教會，其中3間是耶穌所斥責的，另一所是耶穌不所責備的。你會看到那個紅色的虛線方格，那是受迫害的史密那教會，耶穌沒有。所以在啟示錄第2章這4個教會中，有一個沒有被責備。然後在啟示錄第3章有3間教會，其中2間被責備，第3間費城的忠實教會則沒有被責備。所以有2間教會沒有被責備。這裏有個簡短的摘要，我知道我已經表達過好幾次了。耶穌責備了5間教會，其中有2個不會被譴責，那就是受迫害的教會和忠實的教會，那2間教堂。然後你也在最後一段影片中學到，對吧？啟示錄第11節第1節到第4節，關於2位見證人。在這2位見證中，對吧？你知道，在第4節，這是美國基督教會教導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們會給你理由，對吧？所以了解原因很重要，像是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如果你看第4節，這2棵橄欖樹和2個燈座，上面明明寫着2個燈座，但他們不是2個人。上帝會說是2個人，他只有2個燈架，沒有其他定義可以形容燈架。燈台是2個燈台，我相信他是受迫害的教會和忠實的教會。這一切都完美契合，因為我們正在經歷這一切。但這2位見證人以及見證這個詞的意思是殉道者，而希臘語中的馬蒂則是殉道者，所以你也必須了解這背後的背景。但在第4節，這2棵橄欖樹和2個燈台，我們要講橄欖樹，讓你了解那是什麼。所以這不是誤會。所以我們也會談橄欖樹。但我想讓你看到的是啟示錄第11章第4節。我在前一支影片中詳細說明過，這2位見證人並不是摩西和以利亞。這不是摩西和以利亞，
這裏有兩個燈台，兩座教堂。我相信這些是受迫害且虔誠的教會，這是一個基督徒團體。你看到了嗎？現在我要給你們看這兩個燈台到底是誰在打架。我們會談談為什麼。而且，一旦你知道他們在跟誰打，那麼我想我們就知道為什麼關於兩位見證人、兩個燈台的謊言，會在教堂和神學院中被扭曲了數百年。正如我們所說，這兩個燈台分別是受迫害的教會和忠實的教會。讓我們來看看第一個。第一個無責備的燈台是啟示錄第2章8至11節中受迫害的史密那教會。我們一起讀吧。對天使說，這是關於教會的。對示密那教會的天使寫道：這些話說，第一與末，死而復生。我知道你的工作、苦難和貧窮，但你很富有。我知道那些自稱是猶太人卻不是撒旦猶太會堂的人，是褻瀆神明的。不要害怕那些即將受苦的事物。事實上，魔鬼即將把你們當中的一些人關進監獄，讓你們受試煉，並且你們將受10天大災難，終身至死。我將賜你生命的冠冕。有耳朵的，就要聽聖靈對教會說的話。得勝者必不因第二次死亡而受傷。在我們回顧重點之前，我們得先讀下一座教堂。這是另一個無責備燈台，也是啟示錄第3章中第2個無責備燈台，是費城忠實的教會。記得有兩個，這是第二個。現在看看上面寫什麼。費城教會的天使寫道：這些話說的是誰？聖潔的、真理的，持有大衛的鑰匙，開門卻無人關，關門卻無人開門。我知道你的作品，看，我為你們設了一扇敞開的門，沒有人能關上，因為你們有一點力量，守了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我確實要讓撒旦會堂裏那些自稱是猶太人卻不是的人說謊。的確，我會讓他們來到你腳前敬拜，並知道我愛過你，因為你們遵從了我的命令，要堅持下去。我也要保護你們免於那考驗全世界、考驗地上所有人的考驗時刻。看哪，我正迅速來到，緊握你所擁有的，免得有人奪走你的皇冠。現在要說清楚，這不是反猶太影片，我真的在讀聖經經文。這不是反猶太影片，所以不要被觸發，也不要生氣。我現在真的在給你看聖經經文，這已經是第3支影片了。耶穌的教派，7個燈架，2個燈台，他不責備。這2個燈台分別是忠實的教會和受迫害的教會，示密那和費城。而在這2個燈台裏，恰巧在啟示錄第2章的第9節和第3章的第9節，耶穌說了完全相同的話。我不認為那是巧合，而且這正是針對這2間教會。而且我想鼓勵你的是，不要只是，這正是很多人不幸錯誤教導啟示錄的地方。他們會斷章取義，然後就變成反猶太主義，對吧？然後你會想，你知道耶穌在談論所有猶太人，他指的是特定類型的猶太人。重要的是要明白，他特別提到了這些，這絕非巧合。啟示錄絕非巧合。他特別提到的是受迫害的教會和忠實的教會，他們實際上是在對抗一群自稱是猶太人但其實不是的團體。這不是隨機的，這不只是啟示錄第2章的第9節和啟示錄第3章的第9節，分別是2間教會、2個燈台、耶穌不斥責的2位見證人。他告訴他們你的反對者是誰？你不能扭曲這件事，這是編不出來的，這一切都是黑白分明的。你看，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過去幾百年來，這些說法透過斯科菲爾德聖經和其他類似工具被撒謊，進到神學院、假教義裏，然後用摩西和以利亞取而代之。
這個我剛剛給你看的這個概念，上一支影片和前兩支影片，耶穌教派，兩個燈台，這是耶穌直接告訴你，兩個教會，兩個燈台將會對抗這個猶太人團體，但他們不是。現在，當我說他們在吵架時，我們稍後會更詳細說明，但有一個對立的力量。我相信這就是原因，因為曾經，讓我這麼說。一旦你明白了這點，它改變了整個時間線。因為這個真相會發生什麼事？美國基督教所教導的一切，就像紙牌屋一樣崩塌。被提教義瓦解。許多教義都會崩潰。我的意思是，末世論真的會崩解，因為現在不是。你知道，你不會。你覺得摩西和以利亞會來，但其實是兩個教會。這涵蓋了你所學到的一切，關於末世的一切，而很多聖經教義其實都崩解了。當我說聖經教義時，是指在冷淡教會中所教導的虛假聖經教義，它崩潰了，完全崩潰了。我相信這個團體就是透過斯科菲爾德聖經和其他手段製造這個謊言和欺騙，來欺騙基督徒的。所以我熒幕上的問題是，那些自稱是猶太人但其實不是的猶太人，是誰是撒旦的猶太教堂？那是下一支影片。奉耶穌的名。